气象署继续发布低温特报，今仔个明仔载2天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有辐射降温的影响，西部、宜兰、金门等17个县市低温恐惊无到10度。伫今仔透早，外岛的金门只有5.8度，北地上低温是伫新北市的石碇只有8.4度。 持续受到强烈冷气团的影响，那加上在清晨有些地方会出现辐射冷却，所以今明2天各地的温度都明显偏低，尤其是在北台湾以及宜兰地区。而预计到了礼拜天，下一波的大陆冷气团又会南下影响我们，所以在北台湾礼拜天白天的高温又会逐渐的下降。 气象署继续发布低温特报，各地温度是拢真低哦。北部、东北部佮金门只有10度左右，有所在恐惊会出现无到6度的低温。气象署嘛提醒讲，虽然今仔早起各地冒出日头，花莲台东会搁落淡薄仔雨，暗时拢会搁变甲搁寒搁冷大家都爱穿好些。这波强烈冷气团会影响到明仔载，拜五、拜六温度会较回升。 也毋过拜六暗时又有一波大陆冷气团的落南，气温嘛只有14度左右。最近你个暝温差是真大，所以大家拢爱特别注意。